廣講聖經。我哋用廣東話一齊讀舊約聖經，分享一啲讀經感想同埋思想問題。希望你喜歡聽，會訂閱同埋介紹俾多啲朋友啦。創世記第27章，你聽呢一章嘅時候，可能覺得比睇劇集仲精彩喎，係關於以撒為啲兒子祝福嘅。第2節，以撒話：我而家老啦，都唔知邊一日死。以撒嗰陣時係137歲，佢可能因為同父異母嘅哥哥以實瑪利都係死於137歲，咁佢就自己覺得以為差唔多啦，都好快死噶啦。其實佢係一直活到180歲，所以神預先定準每一個人嘅年限，我哋嘅生活、動作、存留都係在乎佢。我哋既然唔知道邊一日要死，咁就應該隨時預備好迎見神啦。喺嗰陣時，父親對兒子嘅祝福係一件大事嚟嘅，唔單止祝福佢哋，仲預言佢哋嘅未來，為佢哋指引方向。喺呢件大事上，我哋可以留意有冇提及到任何人尊重神嘅旨意而求問神，定抑或每個人都係憑自己嘅意思而行。以撒偏愛以掃，就叫以掃去打獵，做啲野味俾佢食，使佢可以死之前為佢祝福。以掃就聽父親嘅話，用野味嚟到換取父親嘅祝福，表明咗佢背棄咗先前出賣長子嘅名分俾雅各嘅誓約。呢個係佢錯上加錯。以掃既然已經出賣咗自己長子嘅名分，而家又想承受佢父親嘅祝福，係冇可能嘅。以掃賣咗長子嘅名分，就連帶佢失去咗福分啦。我哋真正嘅福分就係得着兒子嘅名分，得以作神嘅後嗣。加拉太書第4章第6節話：你哋既為兒子，神就差佢嘅兒子嘅靈進入你哋心裏邊，呼叫阿爸父。我哋有冇好重視呢個兒子嘅名分呢？神早已經啟示咗啦，將來大嘅要服侍細嘅。但以撒就夾硬要祝福以掃，係想將長子嘅名分賜俾佢。呢個表明佢冇尊重神嘅旨意。其實以撒偏愛以掃，都係因為佢中意食野味啊。所以羅馬書第16章第18節話：凡只會服侍自己肚腹嘅人，係唔能夠服侍我哋嘅主基督。利百加就偏愛雅各。當佢聽到以撒同以掃嘅對話之後，就叫雅各聽從佢嘅計謀。利百加冇耐心等候神按住佢嘅時候同埋方法去成就神自己嘅旨意，反而喺呢度出啲鬼主意，想要用欺騙嘅手法催促神嘅應許嘅實現。結果佢自己就先受害啦，被逼同愛子永遠嘅分離，亦都破壞咗家庭嘅和諧。希伯來書第11章第20節話：以撒一着信就指着將來嘅事幫雅各同以掃祝福。為仔女祝福原本係一件好事，但係促成咗家庭嘅分裂，所以父母對仔女嘅偏愛時時都會造成兒女之間不和嘅主要原因。雅各怕因為欺哄而招咒詛，但係利百加願意承擔後果。佢先叫雅各打扮到好似以掃，又將羊羔煮成美味，又用山羊羔嘅皮包喺佢嘅手同埋頸，所以佢嘅手同頸都有毛啦。然後再將美味同埋餅交喺雅各嘅手裏邊，叫佢攞去以撒嘅面前。留意雅各唔係反對欺哄人，而係唔願意招受咒詛。佢嘅顧慮唔係害怕犯下罪行，而係害怕罪行被揭露之後所引發嘅後果。我哋行事為人應該以討神喜悅為前提，而唔係淨係顧慮個後果。雖然利百加願意承擔一切，但係結果雅各要離開屋企，在外漂泊成20年咁耐，喺舅父拉班嘅手中受盡折磨。呢度有咩俾我哋提醒呢？神嘅應許係唔使人用肉體嘅方法去幫助使佢成全嘅。我哋唔能夠好似羅馬書第3章講，作惡以成善，
唔應該不擇手段咁以犯罪嘅途徑嚟達到神嘅目的。以撒因為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佢開頭仲有啲懷疑嘅，就摸下雅各嘅手，但因為手上有毛，好似以掃嘅手一樣，而且又聞下以掃嘅衫嘅氣味，就唔信為真。食咗野味同酒之後，就幫雅各親嘴同祝福啦。以撒嘅祝福表面上係賜俾雅各，但實際上係賜俾以色列人。而且按人嘅情形嚟睇，恐怕雅各都唔比以掃好幾多，但係神嘅祝福就臨到佢身上，可見得神嘅揀選係唔在乎人嘅好壞，而係在乎神主權嘅恩惠。呢個時候，以掃打獵返嚟，就預備好野味送到以撒面前。但係以撒大大戰驚啊，因為本來俾以掃嘅祝福，而家俾雅各呃咗去啦。以掃2次放聲痛哭咁懇求，以撒就無可奈何咁勉強為佢祝福。但係與其話祝福，不如就話係對佢嘅預言。佢話佢會以刀劍度日，又要侍奉雅各，直到佢強盛為止。以掃因為雅各攞走佢自己嘅祝福，就懷恨在心，計劃喺父親死咗之後就落手殺雅各。當利百加知道以掃要殺雅各之後，就設計雅各逃去哈蘭，去佢舅父拉班屋企，希望等到以掃下咗啖氣，就派人接雅各返嚟。利百加誤以為以掃嘅憤恨可能幾日之後就會平息啦，點知就係漫長嘅20年。佢好可能再冇機會見到雅各啦。聖經冇顯明嘅記載利百加幾時去世，亦都冇記載雅各後嚟同佢相逢。人好多時候嘅痛苦都係自己揾嚟嘅。如果人能夠完全信靠神，放低自己嘅手段，而等候神作工，就能夠省去好多嘅痛苦啦。我哋可以總結一下。喺以撒呢個家庭，每個人都犯咗咩錯呢？可以作為我哋乜嘢嘅提醒啊？以撒佢冇尊重神嘅旨意，即係為咗口腹之欲而偏愛大兒子。佢糊裏糊塗，雖然有疑惑，但係就冇慎思明辨。利百加佢偏愛雅各，對兒子以掃缺乏愛心，佢亦都冇仰望等候神。係想以自己嘅手段嚟到成全神嘅旨意，佢教唆兒子去欺騙自己嘅丈夫。以掃嘅錯就係佢輕看同埋出賣長子嘅名分，亦都冇尊重自己所立嘅誓約，企圖藉父親嘅祝福去搶翻個福分。佢對兄弟心懷怨恨，甚至要起意殺兄弟。而上一章亦都講到佢同外邦人通婚。雅各嘅錯就係佢先用詭計用紅豆湯搶咗以掃長子嘅名分，再用詭計呃父親嘅祝福。佢為咗求自己嘅蒙福，就不惜讓母親遭受咒詛。呢一章提醒我哋每一個蒙神賜福嘅家庭應該彼此相愛和睦。父母喺重大嘅事情上要彼此溝通，一齊同心禱告求問神。而且要時時為啲孩子禱告，將佢哋一生交俾神嘅手中，而且要以言教同身教去關愛同養育仔女，使佢哋都有優良嘅性格同品德啊！創世記第27章，以撒年紀老啦，眼睛昏花，睇唔到嘢，就叫咗佢嘅大兒子以掃嚟，話：我兒啊！以掃話：我喺呢度。佢話：我而家老啦，都唔知邊一日死。而家攞你嘅器械就係戰狼同埋弓，去田野幫我打獵，照我所愛嘅做成美味，攞嚟俾我食啦。等我喺未死之前可以幫你祝福。以撒對佢兒子以掃嘅講嘅嘢，利百加都聽見啦。以掃就去咗田野打獵，要帶野味返嚟。利百加就對佢兒子雅各話：我聽見你父親對你哥哥以掃話，你去將野獸帶嚟，做成美味俾我食，等我喺未死之前喺耶和華面前幫你祝福。而家我兒啊，你要照住我所吩咐你嘅，聽從我嘅話。你去到羊群嗰度，幫我攞2隻肥嘅山羊羔嚟，
我就照住你父親所愛嘅幫佢做成美味。你攞到去父親嘅面前俾佢食，使佢喺未死之前幫你先祝福。雅各對佢母親利百加話：我哥哥成身都係毛，我身上係光滑嘅。若果父親一摸我，就知道我係呃人啦，我就招咒詛，唔係得到祝福。佢母親對佢話：我兒啊，你招嘅咒詛就歸到我身上啦。你即管照我嘅話去做，將羊羔攞嚟俾我啦。佢就去攞啦，交俾佢母親。佢母親就照住佢父親所愛嘅做成美味。利百加又將家裏所存大兒子以掃上好嘅衣服幫佢小兒子雅各着上，又用山羊羔嘅皮包喺雅各嘅手同埋頸嘅光滑處，就將所做嘅美味同埋餅交喺佢兒子雅各嘅手裏邊。雅各就去到佢父親嗰度：我父親啊！佢話：我喺呢度。我兒，你係邊個？雅各就對佢父親話：我係你嘅長子以掃，我已經照你所吩咐我嘅做咗啦。請坐起身，食我嘅野味，然後幫我祝福啦。以撒對佢嘅兒子話：我兒啊，點解你可以搵得咁快嘅？佢就話：因為耶和華你嘅神使我遇到好嘅機會得到啦。以撒對雅各話：我兒啊，你靠前嚟，等我摸下你，等我知道你係咪真係我嘅兒子以掃啦。雅各就挨近佢父親以撒，以撒摸下佢就話：把聲係雅各嘅聲，但手就係以掃嘅手。以撒就分辨唔到，因為佢手上有毛，好似佢哥哥以掃嘅手一樣，就幫佢祝福啦。又話：你真係我嘅兒子以掃咩？佢話：我係。以撒就話：你遞俾我啦，等我食我兒子嘅野味，就幫你祝福。雅各就遞俾佢，佢就食啦，又攞酒俾佢，佢亦都飲啦。佢父親以撒對佢話：我兒啊，你上前嚟同我親嘴啦。佢就上前與父親親嘴。佢父親一聞到佢衫上面嘅香氣，就幫佢祝福，話：我兒嘅香氣好似耶和華賜福嘅田地嘅香氣一樣，願神賜你天上嘅甘露，地上嘅肥土，同埋好多嘅五穀新酒。願好多嘅民族侍奉你，願多國跪拜你，願你作你弟兄嘅主，你母親嘅兒子向你跪拜。凡咒詛你嘅，願佢受咒詛；為你祝福嘅，願佢蒙福。以撒為雅各祝福完畢，雅各由佢父親嗰度出嚟，佢哥哥就啱啱打獵翻嚟啦，亦都做咗美味攞嚟俾佢父親，就話：請父親起身食你兒子嘅野味，好幫我祝福啦。佢父親以撒對佢話：你係邊個啊？佢話：我係你嘅長子以掃。以撒就大大戰驚，就話：你未嚟之前係邊個攞野味嚟俾我食啊？我已經食咗，為佢祝福，佢將來亦都必蒙福啊！以掃聽到父親嘅話，佢就放聲痛哭啦，話：我父啊，求你都為我祝福啦！以撒話：你嘅兄弟已經用詭計將你嘅福分攞走啦。以掃話：佢嘅名係雅各，豈唔係真係啱咩？因為佢欺騙咗我2次，佢從前奪去咗我長子嘅名分，你睇下。佢而家又奪去我嘅福分。以掃又話：你冇留低任何可以為我祝嘅福咩？以撒回答以掃話：我已經立佢為你嘅主，使佢嘅弟兄作為佢嘅僕人，而且賜佢5穀新酒可以養生。我嘅兒啊，而家我仲可以為你做啲乜嘢呢？以掃就對佢父親話：父啊，你只有一樣可以祝嘅福咩？我父啊，求你都為我祝福啦！以掃就放聲大哭啦。佢父親以撒話：地上嘅肥土必為你所住，天上嘅甘露必為你所得。你必倚靠刀劍度日，又必侍奉你嘅兄弟。到你強盛嘅時候，就由你嘅頸項可以掙開佢嘅軛。以掃因為佢父親幫雅各祝嘅福，
就怨恨雅各，心裏邊話：為我父親居喪嘅日子近啦，到嗰個時候我就要殺咗我嘅兄弟雅各。有人將利百加大兒子以掃嘅話講俾利百加知，佢就打發人去叫咗佢嘅細兒子雅各嚟，對佢話：你哥哥以掃想要殺你，報仇雪恨啊！而家我兒啊，你要聽我嘅話，起嚟逃去哈蘭我哥哥拉班嗰度咯，同佢住一啲日子，直到你哥哥下咗啖氣。到你哥哥下咗啖氣，忘記你向佢所做嘅事，我就打發人去將你由嗰度帶返嚟。點解我一日要喪失你哋兩個人呢？利百加對以撒話：我因為呢啲客人嘅女子，連性命都厭煩啊！若果雅各亦都娶客人嘅女子為妻，好似呢啲咁，我活着仲有咩益處呢？我哋讀完呢一章嘅經文啦，呢一章睇上嚟都幾精彩喎，好似睇緊人哋嘅鬧劇一樣。但係當然唔係咁啦，佢既然收錄喺聖經裏面，一定係包含咗好重要嘅屬靈真理同教導。咁對你嚟講，呢一章最大嘅提醒係乜嘢呢？你同呢個家庭裏邊嘅任何角色有冇乜嘢相似嘅地方呢？當你聽呢一章嘅經文同埋思考嘅時候，聖靈有冇提醒你需要作一啲乜嘢嘅改變呢？願神祝福你。